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秘书啦。最近吼，我有一个嫁翁的朋友甲我讲，因阿嫂最爱甲伊搭水果，因为秘书啊天真善良，多水好礼，又个独心，对别人同西仔之间的斗阵真有兴趣。无，今仔日咱就来介绍同西仔。同西仔汉字写作同西仔，罗马字写作倒昂同，是爱西啊同第5调，西第7调，啊第2调。要安怎称呼亲情大细？对现代少年人来讲吼，真困扰。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，咱会拄到真侪平常时啊，较少来往的亲情。这个时阵吼，若唔知要安怎甲称呼，就真失礼咯。你同西仔就是别人对阿嫂甲小姊妹的称呼，小弟的某会称呼阿兄的某阿嫂，阿兄的某会称呼小弟的某小姊妹。别人若要称呼这2个人，就讲因这对同西仔。有一摆5日节，阮朋友吼专工买贵松松的粽互大家食，结果互因阿嫂踢笑。讲这是包粽下油饭，食暗顿的时，因阿嫂传一鼎夭寿甜的鱼羹，伊找着机会就口说讲食甜对身体歹。2个人吼讲到有淡薄仔火气，上尾是因大家赶做公亲，劝这对同西仔和好。其实大家人的心中背景无同，难免会有无同的意见。既然有缘，大家做伙。互相体谅沟通，斗阵起来嘛较快活。甲同西仔相爱的词是大细仙，大细仙是带姊妹仔的查某人之间的称呼，嘛有人讲是同门的。小妹的翁会叫阿姊的翁姊夫，阿姊的翁会称呼小妹的翁妹婿。人讲一世人的爸母，2世人的姨妈兄嫂。佮讲哥好，唔值得嫂好，拢是要讲兄弟姊妹同西仔大细先好好啊斗阵，才会家和万事兴。Hello， 食水果哇！我这看起来就甜嘞。六同西仔阿嫂小姊妹。大细先同门的，一世人的爸母，2世人的姨妈兄嫂，哥好唔值得嫂好。我一直就想要有姊妹啊做伴，结婚了后，若有阿嫂也是小姊妹，阮同西仔的感情一定真好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这个字呢？